有趣的铁路梗知识。OK， 老少爷们儿们，上一期效果还不错啊，那咱们这个系列就继续延续下去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将功用刑。说到将功用刑运行啊，一般是指在紧急情况下，铁路的接触网有异物入侵，比如塑料袋啊、地膜啊、蛇皮袋子呀，一些东西挂在了铁路网上。为了保证行车安全，这个时候就会选择将功运行，滑行通过此区域。在 K1806次列车本务机车司机与石虎荡调车员的对话当中，因为调度员的口音比较严重，将将功运行读成了将功用刑，让司机也陷入了一脸懵逼的状态。从此广大车迷们也把将功运行调侃为将功用刑。命令号码拐5东38，不是正摇正摇。拐5东38。石虎荡松江街上行线64K加520到64K加120，将功用刑。120。